大聲共婆花里流浪貓完整救助故事。喺婆花里屋苑有一隻大家好熟悉、令人心疼嘅橙色流浪貓，我哋將佢取名為大聲公。大聲公喺屋苑流浪咗好長一段時間，最早係屋苑小朋友發現咗呢隻孤單嘅貓，後來身邊一眾好心業主見佢日日流浪，無依無靠，開始陸續上心，主動養照顧。一開始嘅大聲公性格極之怕人，滿身戒心，對住任何人都保持距離，從來唔俾人摸，唔願意親近人，只可以靜靜匿喺角落求生。一路以嚟，阿 Kit、Flora、Rinny、Fonda、Carrie 一班善心業主，日復一日輪流至，耐心陪伴，日日堅持守候，用最溫柔嘅善意，慢慢融化大聲公長年以嚟對人嘅戒心。而我係 Billy， 喺成個救助團隊入面，我主要負對外推廣發聲，將大聲公嘅遭遇同救助進程分享出去，讓更多人看見、關注、參與救助，一路帶住大家跟進大聲公嘅所有情況，見證住佢由驚慌怯懦到慢慢信任人。日子一日一日過去，我哋突然發現大聲公意外大肚，生咗一竇小貓 BB。當時我哋即刻出手救助，將所有貓 BB 安全救出，逐一幫佢哋揾到溫暖嘅新家，全部順利被收養。本以為一切安好，點知隔咗冇幾耐，大聲公再次懷孕。我哋全部業主睇住好心痛，亦都好明白，絕對唔可以再讓佢重複懷孕、重複流浪、重複受苦。但最大嘅難題就係，大聲公雖然而家肯俾我哋近，願意食我哋俾嘅糧，但因為生性極度驚慌、怕人，想要捕捉佢去絕育，難度非常之高。經過我哋一輪耐心觀察、引導守候，把握最佳時機，終於成功引佢入籠，順利帶佢去做絕育手術。做完絕育之後，我哋一班人繼續每日輪流養，用心照顧，讓佢安安穩穩喺婆花里平安度日。直至對上一個月，我哋突然發現大聲公嘅右眼出現嚴重異常，不斷不息，明顯受傷痛苦。所有業主都即刻意識到呢次傷情非常嚴重，絕對唔可以再拖。但因為大聲公曾經被捕捉絕育，對人警戒心更重，自行捕捉難度極大。於是我哋自費聘請專業人士，成功安全捉走大聲公，即刻送院詳細檢查。去到醫院先揭開真相，大聲公嘅眼角膜嚴重受損，相信係流浪期間同其他貓隻爭執打交所致。為咗保住佢隻眼，盡力挽救視力，醫生建議立刻安排角膜移植大手術。整個療程嘅醫療費用非常龐大，面對高昂嘅手術費，屋苑所有業主齊心投票，一致同意眾人夾錢，全力救治大聲公。今次救助可以順利推進，資金清晰到位，每一分善款用得其所。必須衷心多謝我哋團隊嘅總財務大神 Louis， 全程由 Louis 負責統籌收錢、登記明細、打理所有善款賬目，認真細心、公開透明，為成個救助計劃撐起最穩妥嘅後方。除咗以上一班默默付出、長期陪伴嘅核心成員，我哋更加要多謝屋苑一大班無名不留名嘅善心業主。好多街坊雖然冇日常出面貓，冇參與前線工作，但喺籌款一刻，人人踴躍支持，慷慨解囊，出錢撐到底。正正因為有呢一班有名嘅默默付出，加上無名嘅善心支持，先至可以集結眾人力量，足夠支付2次大手術嘅費用，一路撐住大聲公對抗病痛，度過人生最難捱嘅關口。可惜第一次角膜移植手術之後，複查發現移植嘅角膜生得非常薄，眼部結構極唔穩定，隨時有磨損、破損、二次受傷嘅風險，情況仍然相當危急。為咗徹底保護佢眼球，制止傷情惡化，醫生緊急安排第2次修復手術，將受傷嘅眼球暫時縫合，等薄弱嘅角膜組織可以慢慢修復，重新生口，安心休養康復。而家嘅大聲公暫時成為一隻單眼貓，未來視力能否恢復，可唔可以成功拆線，一切仍然係未知之數。但係有一件事，我哋婆花里全體參與救助嘅朋友已經達成共識，永不改變。
有今日起，大聲公一世都唔會再流浪，無論佢最後隻眼能否完全康復，無論日後能否揾到合適嘅領養主人，我哋都會負責到底。我哋會為佢安排穩定寄養，終身悉心照顧，絕對唔會再讓佢捱餓、受凍、受傷，承受流浪嘅無謂痛苦。有最初流浪無依，兩度生育，驚驚青青，到後來順利絕育，不幸患病，歷經2次大手術，我哋一班人一路陪伴，陪住大聲公行過最黑暗、最難捱嘅一段路，一路救助走來，我哋先至深深體會到，救助一隻流浪貓，從來唔單止係救一條弱小生命，從來都唔係我哋施恩，我哋幫佢。其實遇見、善待、堅持守護，係我哋每一個人喺漫漫人生入面最寶貴嘅一場自我修行。大聲公用佢脆弱、頑強、渴望生存嘅模樣，溫暖咗我哋所有人嘅日常，亦教識我哋何為善良、何為堅持、何為無私嘅愛。多謝阿 Kit、Flora、Winnie、Fonda、Carrie 一路不離不棄嘅陪伴養，多謝財務大臣 Louis 專業細心嘅善款打理，多謝每一位不留名、默默支持、慷慨捐助嘅屋苑業主，多謝每一位出力、出錢、祝福嘅熱心朋友，亦都多謝呢一隻勇敢嘅橙色小生命，降臨喺我哋婆花裏所有人嘅生活入面，係佢為我哋平淡漫長嘅人生帶嚟最真實嘅溫暖、感動同愛嘅意義。願往後餘生，大聲公從此無風無雨，遠離苦痛，不再流浪，安穩終老。